屬雞嘅朋友仔咧，明年咧雖然唔係話犯太歲啦，但係咧個午火咧係克咗個酉金嘅，咁形成咗一個七煞嘅格局，係咪已經好擔心小人作祟咧？唔使驚嘅。大家好，我係楊雅智福星無量天尊啊！上一期咧講到生肖牛啦，咁今期咧繼續同大家分享2026年生肖雞嘅朋友仔嘅運勢啦。屬雞嘅朋友仔咧，明年咧雖然唔係話犯太歲啦，但係咧個午火咧係克咗個酉金嘅，咁形成咗一個七煞嘅格局，係咪已經好擔心小人作祟咧？唔使驚嘅，咁今年咧其實咧都有紅鸞啦、天喜啦，亦都有文昌嘅三大吉星去護體嘅。等我教你點樣去避開空星嘅陷阱，把握桃花同事業嘅一個雙重嘅機遇。屬雞嘅朋友啦，如果2026年吉星力量咧，其實係相當耀眼嘅。紅鸞星動啦，感情咧運勢亦都係好旺嘅，容易結識啦一啲新嘅對象啦。而天喜星啦，亦都係喜事連連啦，無論係事業定係生活咧，都係好多好事發生嘅。咁文昌星亦都加持啦，學習能力亦都係超強嘅。咁對於學生哥咧，亦都係特別受益嘅。不過咧都要小心一下空星嘅圍攻下，七煞星咧係主一個小人是非啦，容易咧同人發生衝突，然之後咧會變到好大嘅壓力嘅。而桃花劫咧，亦都要防一啲爛桃花啦。而九橛啦同埋足部呢啲空星咧，亦都係提示有啲突發嘢會發生嘅。記住啦，今年咧就要穩字當頭啦，唔好咁衝動啦。咁從事業運勢上面去分析咧，今年嘅貴人運咧就唔錯嘅，特別啦係透過合作啦可以獲得成功嘅。而有天喜星啦，亦都會帶嚟一啲好多好消息同埋好嘅機會嘅。只要把握好一個時機嘅話咧，事業可以更上一層樓。咁最大嘅挑戰咧，就在於有七煞星帶嚟嘅一啲是非同埋小人啦，容易因為一啲立場唔同啊，會同人發生一啲摩擦啊，甚至話咧會被人背後去放箭。記住今年咧，凡事咧都要留有餘地嘅，就唔好得罪人啦。咁財運方面又點咧？好似正財運咧，就今年比較平穩啲，透過正職工作咧可以有穩定嘅收入，但係咧要留意翻七煞星可能會帶嚟一啲破財啊，簽約合作咧亦都要比較留心嘅。而偏財運咧就一般啦，高風險投資咧好容易就會中伏嘅，建議咧可以揀翻一啲穩健型嘅理財產品，就唔好咁貪心啦。講完財運啦，嚟到大家都好關心嘅愛情啦，單身人士嘅話咧桃花運好旺，紅鸞星動，容易遇到心儀嘅對象，但係咧亦都要注意翻分辨一下爛桃花喎。而有伴侶嘅人士嘅話咧，感情穩定之中咧其實係有啲暗湧嘅，要特別去防一啲第三者嘅介入，多啲去陪下自己嘅伴侶啦。咁既然知道咗運勢嘅走向啦，咁我哋就要主動去出擊啦喎。今年咧，其實最緊要咧就係善用文昌星嘅力量啦，可以喺書台啦，或者係辦公室嘅東南邊去擺放一座文昌塔，或者係4支毛筆，寓意文星高照，自破困局。咁呢個佈局咧係可以增強翻智慧同埋判斷力，幫你咧去識破小人嘅詭計，把握真正嘅機遇嘅。咁總括嚟講啦，屬雞嘅朋友仔咧喺2026年嘅主題咧就係喜中藏險，穩中就求勝，而化解七煞咧就係你求勝嘅最關鍵嘅一步啦。咁想為自己2026年掃清障礙，把握好運嘅話咧，我特別咧會留出10個雞鳴報喜嘅名額，幫你進行1對1嘅線上流年詳解，同埋七煞化解定製方案嘅。我會根據翻你嘅具體嘅情況啦，去幫你睇你嘅最佳發展方位啦，為你量身定製化解七煞星嘅具體方法，同埋咧個人嘅專屬開運時間啦。咁要點樣獲取呢？可以 like 收藏啦，並且分享呢一條視頻喺評論區留言話我知，我要化解七煞。
關注本頻道並且開啟小鈴鐺啦，我會喺評論區置頂公佈獲選嘅10位幸運嘅屬雞嘅朋友仔嘅，並且私信聯繫你。下一期呢，我會同2026年面臨陰木生陰火嘅特殊格局嘅屬兔嘅朋友仔呢，去深入剖析點樣喺睇似一個係困局嘅年份入邊呢，把握好人物啦同埋事業嘅微妙嘅平衡，實現穩中求勝嘅。記住訂閱同埋撳個小鈴鐺，咪走寶啦！